雞蛋喺保護老年人嘅肌肉方面，好少有食物好似雞蛋咁簡單卻強大㗎，又容易消化。咁雞蛋係點樣去幫助老年人防止腳痛同腳抽筋呢？抽筋嘅主要原因係肌肉疲勞，而蛋白質喺幫助肌肉恢復同保持強壯方面發揮到關鍵作用㗎。隨着年齡嘅增長，肌肉質量自然會下降，呢種情況被稱為肌肉萎縮，佢令我哋更容易感覺到虛弱、僵硬同突然間抽筋㗎。雞蛋係一種稀有嘅食物，提供所有狗蟲必須按計算令佢成為完整嘅蛋白質來源。一個雞蛋大約含有6個高質量嘅蛋白質，足以支持肌肉修復、減少緊張，並且可以幫助你嘅肌肉更順暢工作，會減少肌肉抽筋，並有更好嘅力量同支持正常肌肉功能㗎。雞蛋仲含有維生素 D， 蛋黃提供嘅自然維生素 D 來源，幫助我哋吸收身體需要嘅鈣同支持正常嘅肌肉功能。一個雞蛋提供大約40國際單位嘅維生素 D。除咗雞蛋，我哋都可以多啲食乳製品，例如牛奶同酸奶，或含有豐富脂肪嘅魚類，例如三文魚。仲有要多啲到戶外接觸陽光，吸收維生素 D。雞蛋亦可以支持 B12嘅攝取，冇紅肉嗰種沉重感。究竟每日要食幾多雞蛋？咁就要根據身體嘅狀況去調整啦。